作者千禧董事長。關於有好多款地球光碟皇族考試版的擁有者，有些版可能過時，可能根本就考不到。真正皇族考試，耳門需要去特定真正網站看清楚評級。若你買錯了光碟，最好就退出光碟，不要再使用。這些光碟都是影像數據，若不購買真正激活，就退出光碟就可以沒事了。當然，耳門遊戲玩家要真正出了光碟，那就光碟退出就可以了。下一定要去特定網站看清楚評級，再進行購買激活。光碟序號要保存好，重洗光碟可以到神界千禧拍賣行、海希拍賣行、易希拍賣行轉售，有機會賺回可觀本錢。若有出收據最好，會有好價錢。其他版本耳門看清楚購買。本公司還最近推出了不同皇族考試版及其他線上版本的線上 online 給我的居民玩樂體驗遊戲，而唔最小圓卡身份證或以上先登入到，是不需要光碟，直接連上網登錄就可以玩，十分方便。當然需要繳交一定的維護費。我們一些真實實景線上遊戲是不是要入場費的，但需要玩家遊戲賺取的金錢。本公司取走20維護費，玩家80賺取到，可以在真實世界使用。有不同真實線上遊戲給神界玩家體驗，